如果我同你講喺水坑尾區、南環區呢啲咁核心嘅地段咧，竟然咧仲有一棟新樓冇住過、有電梯、有騎樓嘅單位，你會估到係邊度？估唔到。但係今日我就介紹呢一個咁罕有嘅物業。選擇一個家嘅位置，比選擇一個單位更重要。永利軒位於澳門美麗街，鄰比板樟堂及南環核心生活圈，周邊商廈林立，名校雲集，銀行、餐飲及日常生活配套一應俱全，真正享受市中心便利而成熟嘅生活環境。歡迎嚟到永利軒，整個項目由地鋪至6樓，一梯3房，全棟只有18個住宅單位，每一個單位均採用3房2衛設計。設有主人套房，空間規劃實用，滿足家庭生活所需。客飯廳佈局分明，間隔四正，房間比例平均，無論一家大細或者日常起居，都更加舒適自在。一個好嘅居所，除咗住得舒服，更重要係每天生活都好方便。永利軒不單止提供一個全新嘅家，更提供南環核心生活圈嘅便利。一種全新3房配套完善嘅住宅供應一直非常罕有。如果你一直喺度尋找一個兼顧地段、空間同生活品質嘅3房住宅，相信永利軒會係你一個值得親身參觀嘅選擇。歡迎預約參觀，帶你親身感受呢一個難得嘅項目。